用台语学汉语第33集。你有定定讲台语无？中文的常常，台语安尼写有合理吗？所有我问过的正常人100%拢讲无合理。所有的专家呢，拢讲真合理。啥物是专家？前2天新闻有报，这就是专家。因毋知安怎学的，因阁会继续教出新的专家、新的老师，继续传播定定就是常常。定定绝对毋是常常，当作声调练习，定定来佚佗。单字音啥物声调？复合音啥物声调？心头掠好定啥物声调？两字的声本调根本嘛无相共啊！本来是完全无必要去讨论的烂字，加在咱有学过基础台语的声调练习，袂凊彩互人骗去。这字定台语嘛读做定，听转论做听，应转论做影。这类的字韵母是应，转论做应，就号做听应韵。看到安尼的符号，是毋是感觉花高高？所以有人建议台语免写汉字啦，写罗马字就好啦，会通吗？安尼交有朋友吗？用罗马字写的留言有人看吗？但是呢，趁这个机会，本节目有一集开始，台罗拼音135拼音法，我会尽量同时标示啊，方便各种人的学习。来练习比较拼音法，听这字一般的罗马字拼音，讨呀听，再加拼音变听。我安尼讲，可能感觉嘛算简单，但是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，有一定的难度。135拼音法呢，以后就简单讲注音，听、讨、呀、听，先产生一个拼音的声母，安尼是毋是更加直观呢？尾音是呀，确实无拼音啊。囥着所在，台语拼音的专家就真好处理。顺续讲，学罗马拼音的人，拄着拼音，先去掉拼音，最后再加上适当的拼音韵母，这是不得已的做法啦。咱来试看基础台语第1集的回家作业。第1字起音清，第2字起音亲，第3字起音加拼音变青。这3个韵母，希望无造成你的混乱。用中文注音就分甲足清楚。用罗马字搁加这个安尼就爱练习啦。用注音法来拼音，第1字起音清，第2字起恩亲，韵母确实是拼音，应该拢写会出来。第3字新鲜的青青，先有一个拼音的声母，尾音是并无拼音啊。明明有这类的台语字是先发出拼音声母，但是台罗拼音偏偏叫人发出拼音韵母，莫怪学的人会学甲真辛苦，因为根本毋是这回事啊。搁来试一遍，青尾音是并无拼音啊，是声母拼音带头哦。一切拢是命，听影韵就读做命。用注音呢，落音的无
就是宝加号，片音就搁加一个三个符号组合一个声母，读做么。么呀命，教育部的台罗拼音嘛是么呀命，这个命就证明片音声母的实用性。一个趣味的现象，么甲罗音的么有啥物差别？么片仔定着，搁读一遍么，你听是毋是变罗音的么？么加片音就是么，么去掉片音就是无。么呢是为义的片音声母变一个魔术，宝变胖，皮变较红的，泡变胖，片胖伊片，好康的片歌互你。无变么，加一个片音所有的声母拢变做片音声母。无法度啊，台语着片音的专家，片音声母是必要的。这两字罗音加一个号变罗音，再加片音三个符号，才组合一个声母，小可复杂，解说一下。这字鸟用尖鸟线的鸟，用台罗安怎拼音？你练习看卖。应该无人写会出来。注音就咬鸟，含声调符号，总共爱6个符号才拼出一个音。上困难的咱嘛写会出来啊，其他的就简单啊。搁一个猫猪就是鸟象，就是骚样。转来讲听音韵，听。汤呀听，声生呀声，有片音声母是毋是真直观、真好拼音？用罗马字就讨呀听，再加片音韵母，有人感觉怪怪，感觉无好学。当然啊，这个系统就是怪怪啊！明明尾音就无片音啊！就是硬加一个片音韵母，所有的专家就安尼教，哪有法度就硬死背起来啊？为着讲这集的重点，听音韵特别解说片音声母，来练习几字听音韵的例字。应转韵做影，兵赢赢钱，食饼。考试莫着饼，名字出名，订单订货，读册的tro埕，煮饭的大鼎，大厅客厅，三岭搬山过岭，来到京城看着镜，莫着惊。见拜分一行一行，兄弟啊兄，行转韵做行，再改变声母读行，安尼台语讲行就袂感觉奇怪。虽然真特殊，有改变声母。健康有人读健康吗？无，除了教育部以及专家。这字讲韵讲是基正切，读经，听音韵就读惊，意思坚毅、勇健，毋着安尼写吗？听讲相片遐个专家勇健安尼写，健康勇健一音一字，毋是真好吗？讲正的正嘛有平声调，读正，听音韵就转做正，高平调变中声调，真好，真趣味。李清照的真伤心，用这字
正话的正，有精神的互你正，讲情就是孤情。请问请人客，听着声，看着影，京城城市。丰盛，听影韵变声，城南的声，将闽缀丰盛来拜拜啊！丰盛是衍生的意思，原意就是城南。过来，成功有几成？教育部乱讲的字有几成？成，听影韵就读成，用好空的甲人成。共即个音，专家教讲写即字有通吗？我嘛袂晓写，有人有法度解说吗？有人有较正常的字吗？欢迎指教。明天台语安怎讲？你常常问一位长辈，听伊最直观的回答是啥？我问过，无一个是读教育部写的即个音，你试看觅。即字会伫讲听影韵的时来问，你知影为虾米是吧？即字平，照听影韵就读拼，偏野拼，拼脚只拼的拼，和头无关系，有亲像屏风，感觉有挡头无？即字嘛读拼。讲运讲是拼图呀，物件拼掉无碍啊，即字拼。有兴趣的人练习看觅，啊无专家阁教人摒扫，安尼写，咱写摒扫，搬野摒，摒是假音调，变调做高降调。一般写注音若无特别讲，原则上是写分调。借这个机会小讲一下，即字摒有淡薄仔复杂，咱简单讲。首先，正字是即字扫，意思是拼图呀，当土字边的即字扫，高数韵就读扫。摒阁有另外一个音，方文册读训，另外即字嘛读训，意思花呀。方文册其实嘛会使读分。结论就是，这四字古早拢是共意思，即马咱就分开，摒扫做动词，粪扫做名词。摒扫、粪扫有清楚吧？爱摒才会赢，喜爱摒扫才会赢吗？无人爱去病院，是必须的即字爱，毋是爱摒扫，是爱冲出的即字摒。即字摒下骹边第6集讲乌仔迄集有讲过，气牙医，顶面是由，气变自由啊，就是气摒出来啊。说文解义对即字的解说极需呀，真摒咧，也真有好讲啦。加马字边，看要摒紧摒远，拢真方便。爱摒才会赢，安尼写。整理即集的重点，原来台语有片音、声母，安尼听影韵就真好注音。台语有真侪字是片音带头的发音哦，用尖鸟线的鸟，食物新鲜的鲜，安尼写。第一字写毋对，在此更正。用听影韵的转运规则，除了练习一般熟悉的用字，咱阁确定出几字：勇行的行，城南的城，脚只拼的拼，物件拼掉的拼，摒扫、粪扫、正摒咧、拍摒。